孙正昌院长在当初中国大陆发生非洲猪瘟的时候，就是说要守护我们的卤肉饭。卤肉饭也讲个收会条，但是有527个猪条，大约58万只猪，是全国第4大饲猪中心。台中爆发非洲猪灾，虽然不是人畜共同传染疾病，却对着产业影响非常的大。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，但是要做最严密、最好的防疫措施，看看能不能够让非洲猪瘟不会蔓延。厨余业者希望这个厨余完全不是丢弃，这是要进到我们的这个焚化炉。媒体呼吁千万通用喷来饲猪，避免疫情扩大。嘛指出，目前市府除了配合中央，预计对第2预备金拨付1000万，规划防疫宣导、产业加消费的应对等等，同时启动跨局处防范措施。12点开始之后的猪只如果路上有一些猪只的部分，其实它是禁止禁运的。所以这个部分是不要原自留置的，这个部分也会请警察局来帮忙做协助。如果有大规模发生的时候，掩埋场或是化制厂，还有那个化制厂的部分的能量盘点。陆安局曾经办理过非洲猪灾防疫演习，提升应变甲处置能力，包括饲猪场的清扫、禁止用喷饲猪、强化监测系统，异常死亡猪马上通报进行采样，向民众宣导唔通再来路不明的猪肉制品入境。台湾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